拜开始进前，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我们敬拜而乐你。主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阮特别感谢你带领保守阮一礼拜平安经过。阮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赦免阮的亏欠。阮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掠砍阮的罪孽。阮特别恳求你，毋通因为阮的失错阻挡你是阮的双手，继续伫生活中间引带保守看顾阮。亲爱的主，阮今日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恳求你赐落新的生命甲美好的愿望。阮特别将今早起下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愿阮的敬拜被你接纳，愿阮的祈祷得到你的应允，愿阮的聚会合你的心意。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仰望伫主的手中，无论是圣歌队献诗，亦就是司琴、司会、团工信息，处理拢交阮三甲伫地。找紧圣神引带保守看顾阮，也保守看顾整个礼拜过程。整个礼拜充满你的荣耀。主，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阮今日伫礼拜三也要召开中级会甲小会。恳求主你，互所有教会同工，拢会当明白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逐项事工，借着这事工来荣耀你的圣名。我也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国家，阮所徛起的台湾，求主亲自赐福，也将属伫你的仁爱、和平甲公义赏赐互阮的国度。我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一切，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凡若求告耶和华的，耶和华甲因亲近，就是亲近遐个，先是求告伊的，敬畏伊的，伊要听因的心所爱，也要听因的求告，来拯救因。咱同齐来因圣诗第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圣诗第278首，上帝原本是我牧者，请大家请。大家请坐，咱同齐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你是阮躲闪的所在，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衬。虽然受到风台甲疫情的影响，咱的生活甲聚会，阮犹原伫线顶、伫网络、伫现场，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像是要开喙学到你的大全能。你的主权、你的信息、你的良善，甲你无限的听。学到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看顾、你的性格，甲你的智慧。我要做你的精兵，讨你的欢喜。感谢你拣选阮，也互阮安尼的管理。我要穿属灵的军装，顺服军队里，做基督的精兵。亲爱的主耶稣，阮伫你面前嘛要认罪悔改，因为阮常常软弱来犯罪。你为着阮的罪受苦，定死一架。你的死叫阮脱离黑暗的关系，互阮无搁再受死亡甲罪的捆绑。过去的伤害甲罪恶，就因为你的保护来洗清赦免。你互阮领受新的生命，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每一个困难甲挑战。透过你的话语甲教示，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有仰望、有听，生活有见证、搁合你心意的人。求主继续赐福传领，阮将安尼好的福音宣扬互更较侪人。
感谢信心保惠师传了阮的生命有改变，透过阮伫教会的装备、服侍、探访甲祈祷来甲你相连结。阮伫遮嘛要求信心，互每一个侍奉你的兄弟姊妹，拢通用教养的疼教包容来彼此相疼，活出合你心意的关系，见证信仰的美好，也通常常伫家庭、职场、甲逐所在，成做灵光上帝的好见证。伊伫的神，阮伫遮嘛要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献上祈祷，求主保守因的病痛，通早一天来恢复。也求主保守经济欠缺、需要找头路的人，赐予因有够爷的体力甲信心，我靠主的恩典，平静安稳度过这段日子。同时，阮也要为遐失去亲人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安慰因，也刷去因的悲伤。我靠你赐予阮的信心甲恩典，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亲爱的主，阮伫遮嘛要为教会做事工来献上祈祷。特别是伫阮所服侍的事工顶面，求主传领阮手所做的，拢通成做教会的帮助，利益得正人，也通荣光你的名。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的祈祷无够也，阮嘛要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阮伫天地的，愿你的名是，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你正，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平安有关，赦免阮的过错，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我哋带阮离去，又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同齐来启应，启应第29篇，也是圣诗第146篇，伫圣诗的后面第44页。圣诗的后面第44页，我来启，请大家来引。恁着学罗耶和华，我一生要学罗耶和华。恁袂伫我靠君王，袂伫我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途。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站。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耶和华讨放受关押的，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作王到永远。恁着学罗耶和华，今早起圣歌队要用阮要来学罗这首诗歌来学罗上帝。
感谢圣歌队用接水的歌声来呼罗上帝，愿一切荣光归伫上帝。当日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7节，伫现代中文译本329页，台语汉译本伫244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我的囝啊，你着靠基督耶稣所赐的恩典刚强起来。你着伫侪侪见证的面前，对我领受的教示，你也着交托互你信任嘛通教示别人的人。做一个基督耶稣的忠心勇敢的战士，你着爱分担苦难。一个另外的兵要争取中官的恶佬，着毋通互赢我的代志交叉伊。一个走标的人，伫比赛时阵无遵守规则，就袂通得奖。拍拼工作的做事人，应该着先享受所修成的美牛。你着爱思考我所讲的话，为主一定会互你通享悟一切代志。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也照安尼行的人，今日早起本堂带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属灵的理路第1讲，基督精兵，请大家用恭敬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牧师对今日这礼拜开始要分享使徒保罗对伫做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也就是伊属灵的囝儿需要学习的教导。保罗传福音互别人，人领受透过伊来得到拯救。保罗常常咧形容讲，伊亲像一个老母同款，怀孕生产，忍受迄个生产的苦痛，才生出这个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所以，伊将伊传福音的对象看作是伊属灵的囝儿，伊对属灵的囝儿就有真侪只勉励甲教示。所以，咱要用9个礼拜来学习属灵囝儿的功课。咱今日要来看第1讲，就是基督精兵。伫领受上帝的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阮感谢阿罗你，今日阮奉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名自执，是为着要领受你至圣的话。主啊，阮即时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到阮中间同工，开阮心灵的目睭，光照阮的理智，互阮会当明白你的旨意，以及透过你的罗卜所传讲的信息。求你赐了较侪的信心，帮助阮决志要尽力伫生活中间实行你的话时，有气力，有能力。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所读的经文是来自保罗写予伊属灵的囝提摩太的书信。咱首先先来看因两个人的关系。提摩太是伫一个城市叫做罗斯德中大，这城市是伫罗马帝国属下的加勒泰省。提摩太的老爸是希腊人，伊的老母有年纪，甲伊的外妈罗伊是犹太人。当提摩太还是囡仔的时阵，伊的外妈甲伊的老母就用圣经旧约圣经的真理来培养伊长大，所以伊继承伊的老母甲伊的外妈的即款的信用甲信心。保罗捌安尼讲过，伊讲：我想起你心内存着无假的信心，这种信心首先是存在伫你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有年纪的心内，我确信也是伫你的心内。所以咱看见着一个细囝，伊的信仰的培育是遐尼重要。自细汉的时阵，就受到伊家庭的影响，所以伊得到这款的信仰。后来，当保罗第2遍去到罗斯德探访的时阵，传福音的时阵，伊知影提摩太伫灵性进步有真大，
所以就竞选伊，甲伊做为将士传道的工作。当保罗受关押了后，伊无法度去到各教会去牧养，伊就派提摩太去各地的教会去坚固信徒的信心。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保罗受关押的时阵，写批去鼓励提摩太，爱做好牧养的工作。这个时阵提摩太拄伫以弗所教会咧担任牧养的工作，培育教会领袖以及带人归主，推动这个工作。伫这段咱所读到的经文中间，保罗用3个譬喻来提醒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囝爱诚做上帝所欢喜的工人。这3个譬喻，一个就是咱今日所要看的基督精兵，另外就是第2项，就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第3就是一个正残的做事人。用这3个譬喻来鼓励提摩太。咱今日要先来看第一个譬喻，就是基督精兵。而且保罗考考伊属灵的囝提摩太，爱亲像一个战士同款，而且是基督的精兵。保罗将咱的人生譬如做一场战争，咱是战士。其实这个譬如对当时阵这个希腊人也是讲罗马人，因是真容易去了解，因为当时有真侪老师、真侪哲学家，拢做一款的譬如。譬如讲有一个哲学家叫做伊比克德，伊讲，咱每一项的人生亲像一场的征战，是一场长期而且多变化的征战。另外一个老师，一个哲学家叫做辛尼加，伊讲，咱活地就亲像一个战士。所以保罗用这个一般人拢真容易了解的这譬如，甲提摩太讲，所有的基督徒拢亲像一个战士，特别是教会领袖，甲上帝罗卜。其实保罗伊的批信中，咱会看出，伊嘛将家己比如做一个老兵，一个战士。所以伫伊生命路尾，伊安尼讲，伊讲我已经征战迄个好的征战。所以提摩太，你也爱去征战迄个水的征战。保罗认为，一个属灵的囝儿需要学习一个亲像一个战士同款，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伫信仰顶面不断做好的美好的征战。属灵的囝儿甲查某囝爱做基督的精兵。我伫大学的时阵，大学毕业的时阵在咧思考人生要安怎行的时阵，其实迄个时阵，阮大多数的同学拢决定要继续进修啦有的是要留伫国内读研究所，有的是先去做兵了，要出国去读册。我在想讲，我后一步要安怎行？迄个时阵，大屯中心主任就邀请我留点伫大屯中心继续学习。伊甲我讲因为我体重伤重所以毋免做兵伊讲一般的兵有迄个体重的限制但是基督精兵无啦所以你就爱来做基督精兵伊讲你至少爱留2当做兵所以我就对迄阵开始做兵到即马30几当还未退伍。一般的兵有一寡条件。但是基督精兵有无同款的条件咱来看保罗安怎勉励提摩太做基督精兵。伊讲做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一个入伍的士兵爱争取长官的恶扰，就袂当互营外的事来批判伊对即句话中间。咱能得到5项真重要的信息，这是牧师今日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伊咧说明做一个基督的精兵，伊需要什么款的要件？第一项就是做基督的精兵爱光强壮大。保罗伫第1节的时阵，伊安尼讲：我的囝，你爱借着耶稣基督所享受的恩典，光强起来。
伊嘛拄则嘛安尼讲做基督耶稣忠心勇敢的战士，爱分摊苦难。所以咱明白，一个基督的精兵需要刚强壮大。做一个军人，你袂当惊吓嘛？惊吓就无法度去征战。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咱看一个故事吼，牧师捌讲过迄个基甸的故事。基甸迄个时阵有迄个米甸人要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基甸就爱招聚一寡人，呼吁一寡人做伙去征战。因为米甸的军队是非常侪人，所以基甸就想讲我输人毋输阵嘛，所以爱招较侪人啊。伊就去招这亲族，招以色列人，大家做伙招聚起来，要去攻打这个对敌。迄个时阵总共有32000个人，32000个人要去征战。但是上帝对基甸讲：军队里的人太侪啊！如果我互因镇压米甸人，因的掠准伊是靠家己的力量去得胜。所以有一寡人你爱过路，有一寡人你爱筛选。第一个要件是啥？上帝爱基甸啦，这以色列人讲。什么人惊吓，什么人就应该爱回去。比如讲，先去掉竞选一批，第一波的竞选是会惊吓的人，莫去。结果基甸就讲咧本来有32000人，结果走掉22000人，剩1万人一时去2/3。为什么要做第一波的竞选？因为惊吓的人无适合去征战嘛。你原本都已经准备好的这个计划要去征战的时阵，若一部分的人因为战场顶面看到对敌就惊吓，就软脚就逃走，安尼免去征战。所以第一波先过滤了这个惊吓的人。当然咱继续看去，上帝阁会第二波这个竞选竞一寡警醒的人总共300个人去征战，最后嘛战赢。所以做基督的精兵，咱做上帝的军队，咱每一个人爱刚强起来，伫生命中间爱勇敢去征战。要怎样刚强？当然毋是靠家己的力量。保罗讲，爱伫基督耶稣的恩典顶面刚强起来。要伫基督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刚强起来，就是咱爱常常去思考耶稣基督过去伫咱生命中间所施行的恩典。因为咱过去有拄着真侪困难，但是咱的经验就是上帝所授予咱的恩典教育咱用，所以咱能超越这个困难。咱也常常去思考耶稣基督伫咱生命中间所施行这个恩典。咱即摆检查拄着真大的对敌，拄着真大的艰难，咱嘛毋惊，因为咱过去的经验，甲咱讲，上帝恩典教育咱用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今仔面对遐尼侪试探征战，只有常常活踮伫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咱才会当刚强起来，才有能力去面对，才会当得胜。这是第一项，就是爱勇敢、刚强、壮大。第二项就是爱忠诚嘛。拄则所读的经文，现代中文译本第30中间伊来翻译讲，做耶稣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这种忠勇能力，就是除了勇敢以外，佫爱哪爱忠诚。当时阵一个罗马的军人加入军队的时阵，第一件代志就是爱做啥？伊爱宣誓，爱照着当时阵的一个神圣名约，对罗马皇帝就座讲：我要忠心，要效忠国家，效忠罗马皇帝。今仔日嘛是讲，咱国家招募这军人，军人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国家、保护人民嘛。所以军人有宣誓效忠国家的义务嘛。一个军人若连家己国家的认同拢有问题，要保护国家？伊要保护什么国家？要保护什么款的人民？所以伊对家己的国家的认同正确，
咱属灵会囝儿甲查某囝，咱是上帝国的后裔，是上帝国的精兵。咱需要对上帝国忠诚。啊，这种誓约好亲像婚姻的誓约同款，袂当背离的吼，袂当反悔。牧师伫顶礼拜，咱举行圣礼典，其实每一遍圣礼典拢相共。牧师拢会问这要受洗礼的人三个问题对。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安那？讲你敢有要一生行伫主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到一世人？你敢有要安尼行无？当这个受洗礼者回答讲我愿意的时阵，牧师才会帮伊行洗礼，因为咱宣誓对上帝尽忠，这是咱的义务啦，这是咱的本分。基督的精兵一定爱宣誓一世人对上帝忠诚，对上帝国忠诚，袂当安尼西瓜挖大饼，看倒位较好，伊就走去倒位，毋是安尼。袂当像国语华语讲，墙头草两边倒，袂当安尼，一定爱忠诚到死。这是做一个基督精兵爱有的第二个要件。第三个要件，咱看保罗讲，做基督耶稣的忠勇战士，你爱分摊苦难。做一个军人，就心中爱有准备，的确爱受苦，甚至去战场顶面烧战的时阵，必要的时阵爱牺牲家己的性命。保罗讲提摩太，你爱分摊苦难。好合本的圣经安尼翻译讲，你爱甲我同受苦难啊，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受的苦难，是要背十字架对主耶稣基督行。因为保罗伊心中有一个概念，做基督的精兵是一种荣耀，但是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亲爱的姊妹，咱来想讲，咱得到这么大的稳定，咱付出的代价是重价的，还是俗的价值？过去牧师要甲大家分享，那将咱的教会，譬如做一只船，咱的教会到底是什么款的船？牧师讲，咱的教会有可能是一只掠鱼的船，安尼船顶所有的人拢知影，咱这只船的目的就是要去掠鱼。所以有人咧驶船，驶船就是爱驶去有鱼的所在。有的人爱准备去掠鱼，甚至有的人做一寡总务的工作，伫即个船顶准备这个物件、营养的物件，互这个掠鱼的人食，就是目的，就是要互即只渔船会当维持伊的功能，就是要去掠鱼。每一项拢有工作，拢甘愿牺牲，安尼咱即只船会当得到人那亲像得到鱼同款。但是如果咱认为讲，咱的教会亲像一只豪华游轮，咱若去坐迄游轮，咱就知影，游轮是咧互人娱乐咧佚佗的，只有少数人咧工作，服务人员只有20%，剩下80%咧啥？大家拢是游客来教会，来即个游轮顶面享受的。但是在我看，这款的基督徒不但不是基督的精兵啊，这是基督的道兵啊。你若要做游客，有一天咱会做上帝国的游民，有一天咱就离上帝国哪来哪远。原因就是讲，咱够愿意付出，够愿意为着基督来牺牲。一个做兵的人，伊是将国家的利益放伫上界头前。一切是为着胜利。基督徒既然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嘛应该爱安尼。所以保罗伫遮爱提摩太，甲伊同受苦难，好亲像基督的精兵同款。咱每一个为上帝国来效忠的属灵儿女，拢需要有受苦牺牲的准备。今仔日咱的受苦，毋免亲像保罗迄个时代，爱献出家己的性命。咱即摆只要牺牲一点仔时间、精神、温素，所以牧师要勉励大家，咱大家爱加油，拢做基督的精兵。第四项，爱专一心志。保罗安尼讲，一个任务的军人士兵，要争取长官的学老，就袂当互赢外的事
事务来较了。咱知影每一个代志，咱若要做好，拢爱专心啊。若无专一的心，即件代志就做袂好。咱若要做兵，就爱放落外务，专心做兵，专心征战。所以今仔日耶稣基督的征兵嘛，爱专心，毋通互即世间俗世的物质、属今生的暂时的代志所颠覆。而且牧师毋是讲咱大家拢专心服侍上帝，专心为主工作，咱家庭、咱的工作拢毋免顾，毋是安尼。咱虽然嘛爱过正常的世间的生活，咱也食也穿，也需要用钱，但是咱绝对毋是将焦点放伫这个代志顶面。过头讲究要安怎食，要安怎穿，受这个代志所捆绑，因为这个代志不过是暂时的。咱伫世间拢是亲像一个人客，是寄开，一时仔就过去。咱所追求的毋是这暂时的物件。咱知影吼，军人为什么爱穿军装、爱穿制服？有一个就是讲吼，互你感觉你有责任嘛，互你知影你是军人，你有这个责任吼。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互你毋免烦恼要穿啥物货。牧师过去吼，我有一遍机会去迄个诺贝尔和平奖德勒莎修女所设立的一个机构，叫做德兰园吼，林来修女会德兰园。我去遐参与服侍，去遐做伙参观。我发现吼，因每一项拢穿制服吼，无论修士还是修女，拢穿制服。修女就是穿亲像迄个。德勒莎相伊咱看伊的相片，拢穿相共，白色的衫有两条蓝边，迄个衫。我听阮的辅导人讲，伊每讲就一人分2套迄个衫，猫2套尔，所以下早起来毋免烦恼讲今仔要穿地梳较水，拢相共。就是安那，无要互因这代志去影响因去服侍，因要服侍的对象。互因专一心志的当去服侍。今日小康，咱看见牧师也是讲圣歌队，拢会穿制服，目的就是互咱知影，阮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荣耀，同时嘛互阮专心一致。牧师逐礼拜拢穿安尼，我毋免下礼拜起来就讲我今日要下倒一条内骨带较缘投，穿倒领写字较好看。毋免关心这个代志，就是要专心来服侍上帝的话，服侍上帝的百姓。所以专一心志是非常重要的。咱毋通互这世间所有的代志去搅了咱爱专一心志服侍。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就是爱专心顺服。做兵的人，做军人，上该需要的是顺服嘛。那无顺服，就无可能成长，无可能战赢嘛。咱知影，伫这一个军人一个士兵吼，伊去到军队内底初期的训练，就是我基本的教练。为什么要做遐立正稍息起步组？为什么？这就是互因会当学习顺服啦。因为咱会当顺服顶司的命令到咧烧战的时阵这种军人服从的天性，会当救家己甲别人的性命。有一个常识就是讲，有种常识就是讲，一个做士兵的人，无迄个权力来问讲为什么？今日袂当讲顶司派你一个工作，你讲为什么我爱做这？无迄个权利啦，因为顶司统帅伊是看全盘的计划。我今仔这个所在要布置什么款的阵势，这要安排什么人去征战，伊拢伫心肝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所以一个士兵就是服从、配合，才有可能伫这统帅的带领内面得胜。何况咱今仔的统帅是听咱的天父上帝，伊对于咱的世间的计划有一个全盘美好的计划，咱只要顺服伊。咱才会当征战，好的征战，才能得到美好的胜利。所以，咱今仔日
在遐学习这顺服的功课，牧师已经讲过几啊遍。咱要认真读上帝的话，然后照上帝的话去行，安尼咱就能完成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专心顺服，咱就能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福气。所以，咱今日看见到保罗用这个基督精兵来勉励提摩太，像是咧勉励咱每一个人，请咱毋通做道兵，嘛毋通做天兵，好好来照上帝的旨意去行，愿上帝亲自赐福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搁一遍激励阮，互阮成做基督的精兵，互阮会当专一心志、专心顺服，互阮能看出你伫阮生命中间美好的计划，照安尼去行。也恳求主，你互阮伫耶稣基督恩典顶面刚强起来，做忠心的基督精兵到一世人。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继续要来用圣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331首，我做基督兵丁，请大家起立，咱做伙来吟。
家请坐。咱要用奉献继续咱的礼拜。今日主，阮感谢你，感谢你赐予阮教业的稳定甲祝福。那阮献上阮的时间、文书甲金钱，做你事工的路用，请你感达。安尼祈祷，奉阮主要所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请坐，同齐来关心教会消息。咱掀开周报第四页。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着普世事工的纪念主日，请兄弟来关心普世宣教事工，用咱的代祷甲奉献来支持对台湾差派到世界各所在的宣教师，互福音通传遍到各所在，真做咱人类的祝福。第二点，9月份就是9月4号甲9月11圣餐，因为疫情的关系，咱暂停一届。掀开周报的第7页，立委首中团 A 团来招募新的团员，请介意音乐有基础，嘛愿意服侍的。年岁伫65岁以下的，伫本教会固定伫聚会甲礼拜兄弟来报名。要报名，请咱甲咱的团长王清流执事来报名。以上，咱请牧师来牧养代祷，甲介绍来宾。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礼拜。兄弟，牧师特别来大家报告吼，因为疫情改成最近拢有个升温的即个趋势啊吼，所以咱9月份的圣餐，拢暂停一遍
当然有一寡兄弟姊妹咧讲，咱已经足久无圣餐吼，但是为着这防疫，咱也是爱注意吼，所以咱一定要为着这件代志祈祷吼，互咱能赶紧恢复咱的正常的信仰生活。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服侍你。主，你也应允阮每一个属于你的囝儿甲查某囝，会当透过祈祷来向你求讨。阮特别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互阮伫即个疫情的过程中间，无抵到承受过头的困境。求主，互疫情赶紧过去，互阮会当恢复正常的信仰生活，甲正常的日常生活，互阮会当得到你的保守甲看顾。阮中间有人因为得到病痛，心神感觉艰苦的，求主你亲自医治保守。阮确信，因为耶稣基督的鞭伤，阮得到医治；因为伊的刑罚，阮得到平安。恳求主，你也赏赐阮教育的信心，互阮中间忧伤失志的兄弟姊妹当得到安慰。上时也恳求你兴起教会所有兄弟姊妹，互阮会当分享对你遐来的疼，彼此相疼。求主也透过你所赏赐互阮的疼心甲信心，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会当将你教示阮的真理实行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也互阮领受利益。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上迎圣圣诗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咱要唱两遍，请大家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甲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恩，恭受差遣。